要去佚佗，搁早点要佚佗创啊啦！哎，你又看卖，你这叫啥？桥啊！桥啊！啊，伊甲一种建设是同款的音嘛？甲一款哦，桥哦，是桥吗？桥吗？桥吗？到底是不是桥咧？咱来看，就是桥。真正是桥哦！所以今仔日咱要来看桥。看桥，各所在无共的桥。哎，你全世界嘛是真行透透，有啥物桥，互你印象足深的？哦，我有一座桥，我足惊的。嘿，啥物？伫咧迄个纽西兰。纽西兰，嘿，迄个黄后镇。皇后镇，嘿，我故乡。嘿，伫咧迄个山谷中吼，恐一座桥安尼铁桥，有无？啊，你着安尼过有无？啊，人安尼绑一条线，啊，就叫你行，啊，咧，伊就去头呆。4、3、2、1，高空弹跳的桥，足恐怖。足恐怖。伦敦嘛是有足有名的。伦敦有一个伦敦塔桥。嘿，伦敦铁桥垮下来，迄是铁桥，伦敦铁桥，伦敦塔桥无共款。伊性地足歹，动唔动就压起来。哦，伊会拍。规个压起来，哦，性地足歹，我搁压起来，搁。哎，无唔对，我甲你考，台湾有一座桥，是全世界有名，CNN 拢有报过。西里大桥。西里大桥，是吗？干道桥。唔是啦。台湾的奇景之一，台北中孝桥，台北桥，哎，全台湾无共的桥，拢有无共的故事，嘿，所以今仔日要去佚佗的所在是桥，哦，真趣味。对，啊，你试算小队嘛？叫出来，英文啊，哎，啊，搁交文啊，哎，出来哦。大家好，来，搭配好，哈子好。啊，文子啊，今仔看起来无共款安怎哦。无共款？谈恋爱吼。无啦。卖假。我跟你讲，即摆几乎是人。讲到桥，两位有恁的印象当中会有较特别的较特别的桥？因为我是邦桥人。哦。邦桥是一座桥吗？邦桥是一个所在，是啊，是新北市的一个所在。有桥吗？啊，邦桥是安尼，因为邦桥的位置吼，伫什么在沙林坡啊，什么中和边啊，新庄啊，花岗桥去邦家啊，所以。邦桥有足侪桥，啊，我若听讲，哦，你要为倒位来？你什么桥来？我就知你为什么方向来。嘿，啊，讲你要什么桥转桥，就知你差不多要去什么方向安尼。啊，你的英文？哇，我印象较深的就布里斯本大桥啊，迄是伫澳洲啊，澳洲对，因为我是伫遐熟悉阮翁的。哇，对，因为你拄则拢是讲翁吼，我就无讲着。读册是知。嘿啦，这熟悉啦，熟悉啦。去打工游学时阵熟悉。哦。啊，恁伫咧桥顶做甲你 kiss 了？无啦，哎，我伫迄桥顶有一个就迄啥生气的故事。生气。因为我当阵去遐。读册的时阵，有一摆我就伫遐散步啊，就有一个人吼开跑车伫遐过去对无？啊就等迄金蕉皮，因为我头前呢。哪样呢？啊就甲我骂哦，你就啊，毋是就暗暝我足惊呢。啊，我迄当阵我就对迄个桥吼，淡薄仔惊哦。啊，但是今仔日唔免惊哦。嘿，虽然哦，咱的导览先生是足够巧代志的人啦，咱叫乔王。嘿，那是足够巧代志啊。搁足够翕相，伊有足侪相片啊，足侪故事啊，全台湾行透透，上爱就是翕桥。哦，嘿，咱来欢迎上爱桥、上高桥的导览先生，嘛是咱的老朋友阿德老师。欢迎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宜兰来林耀德。哎，导览进前，咱有考核。好。来，
台湾有2万外座桥，我去过桥，比你看过路都较济哦。啊，好一座桥上水上有代表性，听咱导览就知影。唔信，你来瞧看卖。瞧看卖，瞧嘞，瞧嘞。啊，这老师顶一季有来呢。有等到来，讲龟山。你龟山翕的迄日头足感动。我都甲你讲，迄阿伯正经是正迄啊，唔是迄是林演的，你莫假。是啊，伊拢带一个阿伯啊，带一个德牌啊，讲阿伯啊来翕咧哦，就你迄正经的，正经的。可以500块的。500。拄啊哦，嘉文姊拢有讲，啊桥有啥物好看的？爱看美女啊，爱看人啊，但是翕花啊，翕美女啊，翕桥。其实桥梁吼是一个城市的文化、的美术，拢喺这个桥梁发挥出来。我嘛翕这个桥，但这个城市人民的涵养是什么所在？翕桥在文化。这无问题。无影。无问。我等下讲足济桥梁，你哪知影讲哦？原来足济桥拢有伊的故事，拢有伊的历史，拢有伊的文化，去这个桥梁内底。好。 2万外座桥就对，台湾2万外座桥。啊，你翕偌济座桥？我才要翕无算啦，因为2万外座桥，正经大座的桥吼，才要2-3千座呢。我才要翕了1000座，应该拢有啊。台湾头行，台湾尾，啊外岛嘛拢过去翕上。今仔日的故事一定足精彩。系啊，应该是。啊，你准备好啊，要来导览啊哦。好，来欢迎阿迪老师。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哈！台湾的桥梁是足济、足密集的，每一个桥梁拢有伊的文化，甲伊的特殊的一个背景哈。啊，我定定喺国外佚佗翕相，嘛无看过像台湾的桥遐尼丰富佮多元吼。啊，我当下是要来各位观众来介绍桥梁的故事，而且分享足济桥梁足水的美景哦。咱今嘛来哦。看桥在文化。哦，来。 啊，这个桥第一个一定要讲我故乡的桥啦，吼！啊，这个桥大家应该知影看会出来这倒位的桥哦。这个桥梁你应该拢捌去过，绝对拢捌去过。宜兰。宜兰无唔对。这个桥梁是东山河。东山河边啊，宜兰同安节20多年拢在举办。所以讲，这个桥梁每一年的热天拢足丰盛的。对。每一个人翕相后边拢有这座桥梁吼。啊，这座桥梁嘛是。 桥骹、桥边拢是咱全台湾可爱笑容从这所在，拢是一个所在。应该我细汉的时阵无这个风景哦，应该我细汉时阵遮泛滥成灾，落雨遮就淹水。啊，所以讲政府足有魄力的吼，大家接湾处治了后吼，啊，补这东山河都补这个桥。啊，即马遮是咱台湾重展的水上活动的一个场所。啊，西式华州。 嘛拢去遮举办，吼，啊，这是咱国家标准的一个场地，吼，啊，倒来，咱看这是国际风帆，嘛拢去遮比赛，啊，所以讲，更济国际比赛放送，在咱宜兰，甲这座桥去国际顶悬拍声足好的名声，啊，嘛咱宜兰人吼，从小吼去5日节的时阵看白龙船、食肉粽，好啊，快快乐乐过5日节。 这就是这个桥，使我印象上深的一个所在。咱若都看第二个这倒位的桥，恁知影？这个桥人拢讲这是吼百变的女郎。百变的女郎。百变女郎，这是花莲从水的姑娘啊，风情万种。哦。花莲玉女，哦，这叫花莲玉女，是安那讲这百变的女郎。哦，你看伊下骹，水内底，四季的风景拢无共款。 老师，我明仔载要去玉里呢。哦，一定要来遮客城桥，客城桥，客家的客，对，客家的客，城市的城，客城桥啊，寒天的时阵变这个影，啊，水影甲一面镜共款，足水足美丽吼。所以迄是一座湖吗？唔是，迄是水潭。哦，水潭。咱头上迄种是稻啊，啊，所以讲这百变的女郎就是安，每一个时阵来遮翕相。 感觉拢无啥共款。水潭那会变湖。挂稻啊，挂完了后放水落，啊，就水潭。啊，足
啊，遮经济足迷人。啊，一届我同来遮翕相的时阵，哇，看到这池仔内底有一个台湾，都有这啥？台湾乌蠅的江银，对无？啊，原来玉里遮都是咱台湾从主要的保米来一个宝岛，嘛是台湾乌蠅的一个故乡。啊，看起来是使人足感动的吼。我足想去遮的牛，你要看，这拢是咱台湾的生命力，拢去遮。嘛，看这种相，就讲咱台湾有生态保育的观念起来做啊上好吼。所以来咱看这座桥吼，这座桥就是我心肝来从听的这座桥。上听的。南蒙蚵仔大桥。南蒙，这就是南蒙蚵仔一个渔港。1998年6月时阵，省政府来达这座桥来达帮忙之下建筑完成。到2019年10月7日发生意外，就是这座桥。啊，我人生过程中间翕相20年，从精彩的时阵，拢以这座桥做背景。啊，这座桥登的时阵，我拄伫边仔翕相，听到我紧个赶来遮看有需要帮忙啊无？看到桥发生意外，心肝足艰苦，敢失去一个足好的朋友共款吼。啊，你也看即马桥新桥好啊，这是旧桥新桥好啊。你也看买海沙煲，也是买豆腐架、食海产、看海景，拢足利便的。拄一个环状。一个环状。啊，这个桥登去了后，哇，足无利便的啦。啊，你买食买啊，拢足无利便。所以桥梁对咱的生活时代非常之重要吼。啊，倒来咱看第二张，啊，这嘛是头拄迄座桥。每一年南蒙蚵仔进妈祖，妈祖拢去海面出巡、海巡的时阵，啊，你嘛无法度对这个渔船啊处理海巡，啊，你拢这个人拢会走来桥顶、桥边，这是人甲生命从近的一个距离。我有参加过，马祖出巡，有海面的我伫船顶悬，足赞的。嘿，咱就一定爱看桥顶悬。乡亲啊，伊就会庆祝啊，然后放鞭炮啊，拢有就感动。南方蚵啊，遮吼，大家拢去顶悬，双手合十，祈求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，世事无灾吼。啊，从主要就是渔船爱大丰收。讲到大丰收吼，这就是南蒙蚵仔花卉的故乡，全台湾花卉吼。90%拢南蒙蚵仔才出来。花卉，青鱼，青鱼哦，花卉90%拢去南蒙蚵仔。哦啊，所以讲这座桥，伊当花卉坐的时阵吼，啊，搭这座桥布置啊足水的吼。啊，我当翕相的时阵，就用变焦、脱胶来处理。伊当我当这张相片，当号名叫做青鱼的眼泪。你敢有看到迄有2只鱼啊？哦，叫两只。伫顶头啊，伫顶头。叫两只鱼哦，叫两只鱼啊。哦，有创意。啊，这就是我搭号名做青鱼的眼泪。啊，即马这个桥无直直啊，啊，看这种相片，是心肝都爱用。啊，倒来咱看一张，啊，对，这个南蒙蚵仔遐个居民吼，自发性的，咱为着要渔船啊大丰收，每一年拢会跟家己做跟一个大花卉，啊，伊南蒙蚵仔生绕境。啊嘛，经过这个桥的时阵，啊，我就足感动的，就要来翕起来吼，倒下一张。啊，尾仔这尾鱼啊咩？我过这个桥梁了后，同我带火同我烧起。啊，这拢全家具啊有无？都是迄花卉的卵，互伊同我生生不息。嘿，互伊每年的渔火会愈来愈澎湃安尼吼。老师，是。你讲这是恁遐的花卉啊庆典？阮遐足趣味的一个庆典。我是啥物事？我伫宜兰人伊唔知我唔知。产青鱼哦。每一年的7月左右拢有这青鱼季。花卉节，嘿。所以7月的时阵是花卉啊大。时间无一定。哦，看迄青鱼祭吼，祭是祭祀的祭，祭典的祭。对。迄唔是讲政府办理，迄是民间主动的发起的。所以讲这个时间无按定讲搭一天。只要伊热的时阵，热的时阵，拢热的时阵，7、8月这个时阵。啊，伊迄只鱼啊，拢家己渔民伊家己。拢家己做的，头来买，拢家己做。像迄只爱做偌久？哦，咱做几啊个月。哈。拢爱做几啊个月。爱做好了，是毋摕遐互摆还是安那？无安尼啊，
就直接踮遐啊撩颈安尼。绕颈烧伊啊，然后遮下骹颈放颈衣、放银纸吼，安尼啊烧。哎，迄个气球是放在迄鱼仔内底。气球鸡龟啊，拢放在这个边啊，代表这是伊的鱼仔卵啦。哦。嘿啦，啊，足趣味的一个庆典。哎嘛，烧起来就飞起来。哎，对。啊，嘛有时间来遮参加吼，啊，倒来一张。啊，这呢，这就是咱今年的这新桥哦，今年南门外鹊桥。我即马讲实的桥，甲讲这是虚的桥，什么叫虚的桥？就是伊故事内底的桥，就是这座桥吼，鹊桥。我都要看到新北市桥。就问，这鹊桥桥头桥尾有这两个人物，这两个人物到底是啥？中国情人节的鹊桥。有来原住民嘞，有拢记录。哦，是安尼吗？对无？唔对。迄阮宜兰的情人节，唔是去互牛郎来织女的天下。这两个，我即马讲一个故事，好无吼？这个故事就是这个叫顾将军。顾将军，这个叫柑仔兰公主。柑仔兰。宜兰就是柑仔兰公主。柑仔兰。迄个时阵咧，太平洋东边的时阵，有一个龙宫，龙宫内底有一个海龙王。海龙王边仔有一个顾将军，都一个抓将军。好。啊，毋过海龙王有一个足古水、足温柔、足美丽、足体贴的查某囝。这查某囝叫做柑仔兰公主。啊，无代无志，这柑仔兰公主意爱着伊边仔这个顾将军。啊，海龙王反对，伊反对伊的部属，甲伊的查某囝谈恋爱。啊，因有一天一暝，因两个同啊包括款的同啊要浪港哩啦。浪港的时阵，迄个海龙王发现派抓将军去遐入。抓将军遐入的时阵，拄顾将军同啊灵龟摆尾，啪！抓将军同啊倒喺宜兰的海岸线。即马宜兰111公里的海岸线，就是抓将军。是安尼，是安尼啦，有精彩吼。有精彩。啊，迄个孤山岛敢袂就是顾将军？对。啊，到尾啊，海龙王生气啊嘛，对无？就讲这个头我抓将军拍倒去遮，同我施展法术，同我这个顾将军同我袂顶袂动变孤山岛。佫真的是孤山，正经的啦，正经孤山岛。啊，柑仔兰公主呢，伊知影因父王吼掠光啊，啊，就变做一个南洋的兵员。保护遐个人民，所以讲柑仔兰公主即嘛是南洋平原。啊，顾将军就是孤山岛，两个隔一个海洋，遥遥相望。哎呦！啊，一个足凄美的一个故事，就是这两个。所以讲吼，你即嘛去南洋平原开车的时阵来行路上，你会看孤山岛，敢若直直看你，痴情去看你，对不对？你莫讲啊，迄毋是去看你，迄是看啥？柑仔兰公主，迄搭你一点仔关系嘛无。你开车孤山岛，迄鼓手样咧。鼓手，嘿对，跟耗子安尼，对，迄鼓手会直直耍，迄叫做孤山转向啦，直直耍，啊，就敢看你的感觉啊，啊，倒来依然是啊交河水，柑仔兰公主相思的目屎。哦，依然交，啊，伊相思的目屎拢流喺河流，经过桥梁，要向孤山岛孤将军创建的一个所在，这是阮宜兰人的情人节，这是阮宜兰情人节。你会使甲我讲，这个故事是像编的，哪会这搞？这个故事叫做，这个故事叫做神话啊，神话故事唔知影上编，唔过阮大宜兰人，阮拢知影这个故事。这是宜兰版本的《罗密欧朱丽叶》。我来讲，这个孤将军对无？这一只孤鸟看到？啊！柑仔兰公主才有原住民的图腾，啊，恁讲的拢无唔对。啊，所以讲听这个故事了，咱就爱珍惜咱婚事边每一个你爱甲爱你的人，这是上重要一点嘛，吼。啊，讲完这个故事，咱啦迄个心情吼，啊，悲伤的心情啦收起来，开始猜谜。哦，猜谜。咱即马开始第一个题目，搭一座桥。敢若双龙共款飞上天，双龙，这个桥最有气势、最有气派一座桥，最有气派哈，最有气派一座桥哦，像有气派，
哦，你竟然有了，开始哦，开始哦，哎，对，啊，这座桥你北部啦，哎，你北部啦，啊，这座桥足悬的，足悬的，哎，足悬的，哎，对，哎，足赞哦，你敢怎么看？哎呀，啊，这座桥起好无偌久，哎，无偌久。叫老师倒者，叫老师倒者。啊，我买走，我都爱讲话都爱走。来，哦，你就叫你讲，停，有又出来哦。有又出来吗？什么桥？北部的桥呢？讲北部的桥呢？你若讲唔是台湾，我知。万里长城。无啦，我真咱啊去越南去岘港，伊真正岘港遐足侪桥，真正嘿有一座桥是龙。对。但是答案是台湾的。台湾，我唔台湾老师讲是北部的啦，北部的，啊无咱来揭晓揭晓题目。来哦，到底啊，这个题目是倒位一座桥呢？什么桥咧？这座桥是咱的定有经过，定水过，有羊高架。你来看，这高架桥，吼，啊，这高架桥只要10楼高哦，吼，咱拢知影10楼高。不过要翕相的时阵，远翕较水。伊个平面的高架吼，悬架高错顶塔。会敢若足像双龙交电的感觉。所以龙，咱顶个人龙拢一个金的，一个红的，对无？啊，车头顶、甲车尾顶拄双龙交接的感觉。这座桥吼，要来翕相吼，啊有当你爬，迄个南口的森林步道。对。哦，啊你地点你嘛知影，你爱顶完翕相，爬甲喘啊要死，到遐哇。蒙雾一大片，你无桥，还是去遐大家口尾卡满，你嘛无法度翕相的时阵咩？人生嘛是安尼啦，啊有一点仔遗憾，但有满的期待，但有足有希望的未来吼，这这座桥的感觉，嘿啊，这是有阳高架吼。所以你这双龙你开偌久才翕到这么水的相片？这讲正经，这是吼一届就翕好啊！真的哦，我一届就翕好啊！啊，你这张啊翕偌久？因为这曝光啊真久。这届曝光差不多10分钟啦。哦。你爱看，因为车流量嘛足济时阵唔免曝较久。对啊。啊嘛曝久就故意啊。我翕的时阵是咱暗车流量无遐尼济，啊所以讲你爱曝较久一chút。啊，伊拢全是车的电火轨迹安尼。你看伊迄电火扭出来迄个线条，敢若龙鱼汤。对。哦，足金的啊，足油的啊。这个童话故事嘞，我是该赛车行有人高架的时阵，拢心情就好，因为足悬，看到拢是树梢、树顶这样啊，我就介意。白天的时阵，但暗时的时阵嘛是。这嘛是咱台湾厉害的所在啦。我倒来第二个题目，咱来看吼，全国从长的跨海大桥，这足简单的啦 ，NBA 有关系。我知，会个战场关系，跟质量有关系。这我知，这是金门大桥。对，金门大桥。是吗？金门大桥一定是。你想要又看买，就金门的啊。金门大桥啦，我跟你讲。歹势，你今仔提出我都无介欢喜，我服了。我无想要要，你莫还考虑，我无想要。咱来看答案吼，啊，到底全国首长的跨海大桥是不是金门大桥咧？咱来看答案是无唔对是金门大桥。应该人讲金门大桥，人拢认为是拢去想讲咱的金门的啦。其实唔是，是美国的旧金山吼。自从2002年了，咱同啊大声讲金门大桥去金门。对。金门大桥长5.4公里，4.5公里拢在海面顶悬。好啊，不过平湖大桥快达2.5公里，伊比伊加1倍长啦吼。对。啊，你嘛要小金门佚佗，足简单的5分钟。休者就够啊吼，啊所以讲足利便的吼，啊所以咁啊倒来这张吼，我足介意的这张吼，啊这张就是咱的腹肚底有文青的人吼，拢介意这种相片啊这种文青的相片吼，你看起来足有气氛的，拍开嘛足好的，啊这什么所在？这金门的湖下海堤这个所在吼，这应该这是鹅仔的关祭寮。鹅啊！
蚵仔应该啊，应该啊，金门战地政务的时阵，人民要海底采蚵仔的时阵，拢爱管制，伊拢爱甲证明摕这料仔遐互伊放。啊，满完了后，再来遮摕证明，代表讲我本人顿来安全顿来，啊，这就是一个管制了。啊，即马已经无这个管制的时阵，即马突然变一个足水的电影院的感觉。足水的。到放统一电影院。啊，证明的这个金门大桥吼，下暗时啊6点啊10点有这个灯光秀。对。啊，伊用彩虹来做这灯光秀，证明我这张当拜几翕的。拜5。对，好聪明，你拜5翕。为什么？因为1、2、3、4、5。不是啊。红橙黄绿蓝啊，都拜5。啊，即马吼，较进步，即马拜6礼拜拢彩虹的感觉啊。啊，所以讲这金门大桥是一个交通足利便的，毋过带动金门的观光都较优秀吼。啊，我讲一个结语啦吼，啊，咱的古早人讲铺桥做路是从大一个功德吼。对。啊，咱即马桥梁足济，啊，毋过正济人拢袂感觉讲桥梁足珍贵的，足感谢。所以讲看这个节目了，咱爱感谢。迄个造桥、铺桥做路的啦。我嘛要讲一，因为这个大桥是10月30号，就是通桥的，所以2023年今年的跨年，我就是伫遮做跨年。哦，我就是遐跨年，啊吼，伊这个桥是。金门去小金门嘛，对不吼？啊，阮就去小金门做这个跨年。啊，我因为我毋是金门人，所以我无因这样有感觉。我是感觉这个桥足水的，感哦足水的安尼啊。我伫遐吼，甲一个阿嬷开讲，啊，因为阿嬷在看迄表演，看我们表演的时候，一直哭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就问阿嬷讲：“你阿嬷你靠啥？你哪今仔日跨年？”这阿嬷讲吼，因为吼，伊一直拢是伫小金门。吼啊，以前啊小金门甲金门是无桥嘛，无桥梁对无？所以定定感觉足孤单。伊讲啊，啥物代志敢无退路安尼？伊讲有这个桥吼，伊就感觉吼，敢有。打通啊，嘿，打通啊吼，随时拢有朋友啊，有啥有哪需要拢有安尼。其实这个桥吼起好了，你看大金门小朋友台民众的笑容哦，拢足迷人的。嘿，感谢各位。哦，你都让都让完毕。哦，谢谢。谢谢老师。啊，今仔日位头到尾拢讲桥，我就知影今仔佫无通食。今仔日无通食。无通食。大概人拢无通食。对，无一定。我定去南门澳啊，吼，啊，南门澳是以海为生的一个所在。对。啊，我遐翕相、翕花卉，照看花卉坐时阵，有实在一个。南门澳啊，遐一个足有理想、足拍拼、足热情的一个小姑娘啊。哎呦，小姑娘，是啊，哎呦，迄嘛阮邻家，迄嘛阮邻家的查某囝。哎呦，邻家嘛，是嘛，阮邻家的查某囝，对。啊，你做个老赖就对。无啦，啊，大变做足好的朋友。伊遐用因应该阿嬷的花卉牌手艺，迄嘛创新正济美食。啊，嘛都讲咱南门澳的故事，啊，足人使人足感动的。好，想要食物件哦。来食。好，咱来邀请阿德老师的岛南好朋友，所学的亲手女小雨。来哦！哇！老师来。来。哦，天哪！看那鸡蛋糕，跟他跟你讲，钓鱼烧，这是青鱼烧，是不？钓青灰跟你讲，青灰，因为咱伫咱全台湾吼，这个青灰的量，每一年拢会掠到差不多5万吨的青灰，啊，但是伫咱台湾，咱南门澳遮都占了80%的青鱼的产量，对啊，但是伫以前吼，较早日本时代的时阵，咱遐阵吼较无冷冻库这个物件，所以遐阵日本人教咱安怎做罐头，全台湾的前3大的这个青鱼罐头工厂吼，都是伫阮的南门澳遮，所以咱台湾其实有这个隐形的冠军嘿，所以伫咱4、5年级这个年代的人吼，就是拢有共同这个罐头家的这个基地。罐老板，罐老板，嘿，啊，这敢会价钱哈？哎呦，嘿，你就要吗？奖金
是尾。都小等一下，放一味啦。来，无，爱坑啥？来，咱即马搁爱放一个物件落吼，就是来看卖一个，来这，这鱼啊嘛吼，来又看卖这是啥？鱼肝，鱼肝，来，鱼够无行呢。嘿，来，哦，这是哦，这个味你闻就知啦。嘿，臭卡烧的味吗？哦，这就是叉鱼，叉鱼的记味啦。嘿，叉鱼一般来讲是用什么鱼？一般来，你来看卖这两个有啥物差别？叉鱼就是叉鱼就是叉鱼啊，叉鱼，柴犬就是柴犬，柴鱼这是同款的道理吧？道理，这敢有这难的？是吗？老师哦，来，我先跟你讲，咱这叉鱼，咱这两款是无同款的鱼，这味无共款，嘿，无同款吼。这青鱼。不过你即摆咧讲就是讲，我即摆手提这两尾拢叉鱼，对，但是这两尾是无同款鱼种的鱼。嘿，好，味嘛无共款，对，味嘛无共。味无共款，这是叉鱼吧？这个才是叉鱼呢，这味，这个是猪吧？无，来拢是叉鱼吼，是叉鱼哦，嘿，飞腿，这才是叉鱼。黑叉鱼，迄做冰线是，哦，这就柴的，就柴，就大猪吧嘛。鱼仔味就香诶。这个味无共，是不是较有风味？这是鱼啊，这嘛是鱼啦，我要公布答案咯，这嘛是鱼。嘿，这是咱一般定食到烟仔做的叉鱼，烟仔煎鱼，哦，煎鱼做的柴鱼。对，啊，这是青鱼，来，这就是阮南毛仔上特别的，用青灰来做的叉鱼。哦，嘿，咱伫外口较少看到这种的，对，青灰做的，嘿，一般咱会食到是烟仔做的。所以伊无共款的鱼种，但是伊拢叫茶鱼，是因为伊家牵涉干那茶共款。对啦，你甲讲看卖咧，这个你看，这真正，来，你看，哎呦，是那茶这个声音。啊，这是用拍的吼，你用你的头试看。好啦，这用头这这会讲会受顶干那茶咧，这顶干那茶。这吼爱空手用迄茶落去烘，烘几啊工了后，才会变像茶壳共款的，这么甜的茶鱼。你摸真正甲茶壳，你摸。我跟他茶我叫是用拍的呢，不是拍。你爱得长无？我都，我可能会来等你要看。伊即摆就紧张你要看，你要无多，是真正是不哩甜啦吼，不哩啊甜，啊袂长啦，嘿，正甜吼，真正啊袂长无多。但是咱要食这道料理进前，来，恁可能爱来拍拼一下啦，吼，来哦，来，这是我平常时吼。我伫烤这个茶鱼哦，好，今嘛互恁来家己烤看卖，家己烤。嘿，来，体验一下烤茶鱼。哎，我先示范一下。没，你有去看，快啊！我给你来想讲，你啊烤，找一个平面，啊，你爱规个扶贴手，莫受你莫烤个红色的茶鱼哦。你手较顶悬，等，手较顶悬啊。囥去顶悬，囥去伊个顶悬。这袂使，这边袂使呢。哦，无爱这边。小姐，阮时间到啊。歹势。伊我食你这事情，我真歹呢吼。我哎呦，真恐怖。你说你哦，说你。那吐袂起，一气呵成，一气喝到底，是不是？一气到底，嘿，撸起你。我觉得你好像比较厉害一点哦。嘛无偌厉害，我是。那带他揭晓答案，看来这有无？哦。应该是安尼吧。去啥啦！你今摆要食到物件，巴肚枵到拢无物件好食，干一直介绍叫，安尼对吗？安尼咱来看卖有无啦？有，嘛是有啦，吼，但是嘿来，好来，两地。应该是要一片一片的。好来，我来用。你看我安尼哦，迄是咱安尼啦，啊伊是安尼啦，规片的，啊这是用机器去。烤出来啦，对，互恁看，咱来。啊，你若用手。好来，咱来用手，因为咱爱找一个较平面的，较好烤。吼，啊，规个厝内，吼，啊，咱这个手甲扶着，哦，咱等下规个走去。
哦，声音有迄个声音吼，伊的口的你声音。平常是拢用机器吼？不是家己咧哭啦。毋是，咱即马现代有机器，咱就要用机器吼。嘿，好，马紧，来，咱来用青灰，来，青灰有较搞哟。嘿，因为哦，对，啊，这声音对。来听这个声音一下。哎，哎，哎呦，就好啊。啊手就是吼，咱较顶面的，细腻哦，细腻，细腻。较袂迄个拄着。马里，好来，哦，一片一片的啦。咱来食看卖现口的味吼，这是较大的，即个拄啊，即个烟仔烤出来。嗯，嘿。你跟你敢会使食？跟你讲铅笔屑哎，嘞，好食呢。铅笔屑，讲到够有型吗？你都要叫你咧，铅笔屑。哎，所以我若伫，好食呢。真正是铅笔屑呢。嗯，真正是好食呢。但是你会食到迄个气味是无共，你下食看卖这是。哎，不只要刷嘴，嘿这不只要刷这是咱一般买哎，这摕来袂歹哦。但是伊拢无咸正呢。呢，啊，不过有鱼味安尼，鱼的味安尼，香香的香香。很清香，清香。这下就行了。食看卖过去的。哎，给给我你嘛是一下盐咧。哦，这我就有调味，我对啦，我没有这样。哎，这种加分，加分，帮我们加分的。真正无讲。我减肥是他吃的哈，哎呦，这我减肥他吃的。哎，这我平常时做洗手啊，尼食，因为较健康啊，都袂大颗。啊，你若鸡汤就放落啊。这样一斤啊那边。一斤呢，这是这斤就细就大包的哦。一斤对啊。你若讲像这规买呢，这一斤嘛爱400-500块。哇，差。好食好食。好食，我爱甲淋落。好，来，恁家己来加料。啊，这是咪拢口味无共款？哦，拢共款的。哦，拢共款的哈。内底是包来，这就是我内底是放阮的青灰吼。以前吼，因为青灰足济量足济，迄阵阵我就学这个阿嬷吼，家己变做鱼排吼，就是甲这个青灰嘛，啊我加阮这个乌猪肉吼，啊加卵加迄个米粉，系卵加卵吼，啊佮加米粉落吼，啊甲炒变做。青灰的肉排，哦，肉排啊，一般是像安尼规地肉排，但是肉排安尼规地安尼。诶，这是我搁加工变鸡卵糕，啊，原本是安尼乌乌的，啊，我感觉无好看，所以我甲想着讲，我来做一个模啊，甲青灰共款的，这个造型变做青灰造型的真正的鸡卵糕。吼，咸的鸡卵糕，嘿，这是我家己创新的口味，好食呢，咸的呢，咸的，嘿，啊讲，鱼排咧内底，鱼排内底，这嘛是一种文创商品的感觉。对，我就是。平常时啊，敢有伫卖？有，嘿，我是讲去倒位你南木屋啊内底，你南木屋啊，阮遐，我有咧卖着对。我有咧卖，我有咧卖。我袂歹呢，安尼。一尾偌济？一尾哦，几十块啊，尔100块有走。嗰只，你台北人真系问人钱呢？一百偌济钱啦，100偌济钱，100偌济钱。我这无偌济，太小弟咧快。对啦，问啦，对啦。我第一摆食着，我想要带囡仔去耍的时候，看有通去倒位食着。对。其实我做这是想要互较侪人知影讲吼，食着无共款的青灰，因为咱一般青灰咱可能拢食着会进口的挪威嘛吼。嘿，但是我就想讲，要互咱台湾的青灰发扬光大，我就甲创新，吼，互伊变做是会较轻松。咱一般咱来讲来到南木屋的人哦，他来买一点心来蒙食呢。嘿，个高水，个高水，会补地。下午茶，嘿，无地，而且恁绝对唔捌食过这。唔捌啦，好一摆，头一摆就感觉调着啊。嘿，好食，好食，好食。啊，中头迄个葱啊是？迄葱啊，就是嘿，阮宜兰葱啊，啊，这我家己种的。对哦，家己种。朋友啊，你食这会补地，敢会喙焦？有啊，敢会喙焦，想要啉物件吼？有准备啦。哎呦，那安尼才搞刚安尼啦。我看球就看球安尼。加分哦。准备啥物？这是调酒哦。哦，水呢？哦，这色水哪遮水啊？好，来，够有紫色，够有金色的。嘿，来，这就是
代表我们宜兰这个南毛欧啊，这个海边的海景的色彩。你讲这杯，嘿哦，来，咱看，咱为这看，这就是代表咱的太阳。哦，太阳。然后这就是蓝色的海水，好，咱这边咱是看日出，那是日出，你要看夕阳无？好啊，好来，加这个柠檬汁加入去就变夕阳啊，伊就会变色。你好来，我嘛唔知啥物意思。你是讲那个？我带人看者。好，我对边啊吼。变夕阳。变夕阳，变紫色的，蓝色变紫色，嘿，这就是我的海洋日出茶，对，加了柠檬汁酸碱质料，伊就变紫色的安尼。哦，就水。啊，顶下边迄黄色的是用啥？黄色对，就是阮的宜兰的特色的金枣。对，讲一杯，谢谢。那啉那讨论啦，今仔日的阿迪老师哦，足侪就有故事的相片，还有台湾水水的风景，还有食下晡茶，可能咱的婚书。有关无？你讲分数就对。分数啦。你大家分数，老师大家也分数。分数我加我都跟他30几位我考证买。2组。咱食共食，听故事共听，叫嘛去看，相片佫遮水，你感觉咧？我是感觉吼。哦，我感觉人甲人之间吼，拢有一个桥梁吼。啊，地方甲地方中嘛有桥梁。其实我感觉桥真正是足重要的一个物件，对无？我是想讲阿迪老师吼，人佫缘投，佫甲我讲。啊，人今仔佫带朋友来，啊，咱若无，咱若无互伊好的分数，伊等下转去是要安怎交代？咱莫互伊先好的分数啊，伊后盖转去才佫会拍拼啊，该好啦，啊，无伊拢无前进的动力啊。无一定在斗伊，无一定在斗伊啦。你若想感觉这还好有无？咱就你饮料摕就走。摕就走，饮料伊就调好啊，咱嘛莫讲拍算。老师，你唔是就搞桥代志，你去桥一个。无啦，我感因安尼讲的意思，就是讲感觉咱应该是袂歹啦。无早杯仔摕就走啊！无伊杯仔摕就走啊，袂过人都点的啊。无爱，无想要对伊即抓，咱就杯仔摕就走。咱若讲 OK 吼，咱就摆一个 pose， 因为老师最高兴。咱摆一个 pose， 老师哦，表示咱要对集团，好不好？好啦，3、2、1啦，吼，咱伤济好啦。到底要对咱阿德老师集团要来翕相看桥无？3、2、1，请选择。如啦！感谢！比较用心对啊。而且大家伊翕的相1000座呢，因为大家翕的相片拢足有温度，哦，足水的，感谢。拄只迄高架桥迄安尼哦，哪亮诶，暗时看了感觉噗噗啊，你翕起来哦变亮。日时也看无啥，暗时也看足水。真水。阿迪老师感觉哦，会使当做人红学的代言人啊啦，对啊，好。多谢各位，多谢啊小雨老师，啊观众朋友，你若是有台湾上水的风景呢，爱互大家看，大家分享，欢迎来报名。海海导览先生讲故事，互大家听，咱后集来相会，拜拜。